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hris 林俊奇。做緊啲咩呢？我而家去咗廣州，咁因為聽日5月1號咧就會有個廣州嘅籃球比賽，跟住我啱啱9點零鐘就喺香港上車，坐咗差唔多3個幾鐘啊，先嚟到佛山，因為聽日都要預早時間去彩排。哇！睇下個廁所先。哇！有個小型浴缸喎，有 feel 喎。好肚餓，因為咧今日我比較夜上嚟啊，其他振朗、阿 Danny、阿港佩佢哋全部都一早到咗，去咗食宵夜，去咗打邊爐，好正。但係我遲翻嚟，所以就冇得食。咁我而家應該都會叫個外賣先。做呢件事，平時呢件事係有2個人一齊做㗎嘛，而家得翻我自己，搞笑。佢應該又係個機械人送佢嚟。拜拜，俾大家睇下我嘅宵夜，食呢個片皮鴨，嚟試，耶！早晨，佛山，哇！而家11點鐘，食完個嘢就準備 ready 落去啦。食呢個餃子，因為唔知食咩好啊！一朝早又唔想食飯，雖然我見到一個飯好吸引，但係都係想食清清地咁就算。咁跟住咧，我琴日咧其實我瞓之前咧睇緊一套小電影嘅。咁啊，小電影係講一個人類轉身為一隻老虎，跟住就講佢一啲同屋企人嘅故事啦。我睇咗好耐。跟住睇到最關鍵嘅時候咧，我竟然瞓着咗。但係其實已經我撐住咗好耐㗎啦，但係最後尾瞓着咗，所以我帶住呢個睇唔到結局嘅遺憾咧，去咗揾周公。咁跟住我今朝其實我冇落呢個簾嘅。今朝6點幾7點嘅時候我係曬住咗成幾個鐘瞓，但係因為太攰嘅關係咧，我係熟睡得好緊要。請你哋食。睇住啦，3分。哇！要擺上網啊呢條片。出場啦！嚟，OK，咁啊，企身先，要企身㗎，坐低，坐低，會暈嘅，真係會暈。我話先，地下得唔得？地下坐低好啲，坐低。做咩㗎？可以做兩個 round 先，係啦。咁咧咁就吸氣呼氣，吸氣呼氣，咁咧就要呼晒出嚟嘅，吸就吸進去，咁做大概30下。吸落個肺定吸落個邊度啊？冇所謂，你可以能夠唔吸落個肺度。係啊，即係可以。肺機度啊，用呼晒氣之後閉得幾耐得幾耐？30下先閉氣。之後咧就會吸一啖氣之後 hold 15秒，係咪試一試啊？咁你負責講，然之後我又想講，一邊講啊一邊呼吸。唔係你負責講啊你做。開始，好，1、2，快！啊，呼氣，閉氣。3、2、1。
而家去慶功啦！我哋嚟到慶功嘅地方啦！要好慶功，食嘢，波梗係要食嘢，冇錯啦！宵夜第二啊嘛，佢哋話。老油條你話？太過豐富啦吧！哇！我哋而家凌晨3點42分，準備翻到去屋企啦。辛苦咗差唔多12個鐘、15個鐘，終於可以喺屋企休息。好啦，翻到嚟屋企報告下我哋5月1號籃球比賽嘅賽後感先啦。因為首先我自己好慶幸可以入到呢個明星精英籃球隊，因為本身我唔係一個打開比賽嘅人，即係我純粹可能係打街場3打3嗰種。同埋咧，我比賽當日咧，我係打咗一個我唔係平時打開嘅位置。當日咧，我係去咗打呢個底嘅，即係中鋒位置啊，就唔係我一個熟悉嘅位置嚟嘅。因為本身以前咧，我又唔係一個防守嘅人，又唔係一個拎籃板嘅人，但係我重新去領悟呢個位置點打咧，我都係需要少少時間。就算我拎到波，我嘅心態我都係分俾人射，分俾人進攻。但其實咧唔應該係咁嘅，因為好多時我有呢個拎波嘅機會，同埋有啲空檔嘅位置，我都冇選擇去自己去打，都係分俾人打到。係啦，所以呢個其實我係要慢慢去改善一下嘅。跟住，但係好好嘅地方就係教練同埋啲隊友都會叫我你放心去啦，你放心射啦，你唔使驚嘅。跟住好記得賽前咧咁練習啦，咁嗰陣時我都相對上係比較緊張。我個人比較急嘅，好記得阿康係走過嚟同我講話，慢慢嚟啦，唔使急㗎，最緊要開心，最緊要係冇受傷。佢好簡單，呢2句説話已經係令到我嘅心情係慢慢緩和翻落嚟，係好 warm 㗎咯。同埋咁打底港配都係打底㗎嘛，所以呢方面嘅嘢咧，好多時佢都係負責提點我咯，所以都好感激佢哋2個，同埋好感激教練，因為教練經常同我講話，你放心去打啦，你唔需要諗任何嘢嘅，你有機會你就你去打，同埋有機會你就你去射咁樣咯，即係俾咗好大嘅信心我咯，所以我就好希望之後等我隻腳好翻之後就繼續練習，繼續打波，繼續進步，同埋非常之感謝當日嚟睇我比賽嘅粉絲朋友們。因為我都知道有啲係可能香港去廣州，又或者可能係有啲其他地區、其他省份過嚟嘅朋友仔，非常之辛苦你哋，多謝你哋。係啊，仲有啲小禮物㗎，嗰啲小禮物咧，到時我就可能直播再開箱啦。咁就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啦，因為呢條片就冇咩內容嘅，因為都係記錄咗我5月1號嗰日嘅少少嘅花絮咁樣啦。咁就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。咁就下條片見，拜拜。